最近2日，大家有冇刷到關於海南島封關嘅新聞？到底係乜東東呢？好多人以為封關就係關起門唔俾人出入，大錯特錯啦！其實海南島封關之後就變成咗個超級大嘅免稅購物天堂，以後去海南買嘢，奢侈品化妝品電子產品通通平到你笑啊！特別係粵西嘅朋友唔使再飛香港澳門喺自己屋企門口就可以掃貨掃到手軟。仲有關於對於做生意嘅朋友嚟講，呢個就係天大嘅好消息。點解？海南自貿港嘅稅收政策係超優惠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都低到離譜喺度搞事業慳翻嘅錢都夠你買幾套海景房㗎啦。不過就有啲街坊擔心啦，咁樣會唔會影響到日常嘅出行啊？放心啦，內地居民去海南一樣係用身份證就可以自由出入㗎啦，完全冇影響真正受到影響嘅係貨物嘅進出。以後海南嘅貨物流通常就會更加便捷啦，更加國際化。所以你哋睇好海南封關之後嘅發展嗎？泰豐揾老飯，包你唔使煩。